伫咧台北国际艺术村最近当咧展览甲移间身心障碍者相关的主题，透过艺术家的访谈、录影、翕相各种作品，参外界探讨弱势边缘议题。 记录身体有各样的人要安怎对轮椅骑去奥多摆，佮有无障碍道的探讨，这是台北国际艺术村最近的展览，深入探讨身心障碍者甲移工的人权问题。 他们是倾斜，像是在斜坡上面钉在我们的展墙上面，然后搭配就是卫福部的数据来去表示说，他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些椅子上面。 阁有艺术家用挂职移工做题材，像这几组是表达咱对移工的看法，对照移工本身，希望大家安怎看待因，嘛用访谈延伸人权甲尊重的重要。即届种所基地2的展览，继续用展出这位自传艺术家的作品，为弱势者来出声。在台湾的时候，大家对于外籍移工的印象好像就是都席地而坐，然后都用手吃饭。可他希望大家在解读他的时候，可以觉得。 他是更高雅、更有文化，所以他选择就是穿上他们传统服饰去表达说，哦，他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。那众所之地这个名称其实探讨的就是说，我们展场作为众人聚集的地方，或者是说我们整个国家都市作为众人所聚集的地方，是不是可以去更听得到我们一般听不到的声音？ 台北国际艺术村表示，希望展览通展出弱势族群的另外一面，阁有亲像车马人听声画图，嘛表达出虽然看无，嘛要努力试看卖。记者陈亚文、邱凯台北采访报道。